来到嘉义东石的渔港边，因为反南风加上外海起雾，这种的天气都是抓白带鱼上好的时机。果然，各大渔船啊都大船入港，渔民是笑甲嘴啊利塞塞。即摆这个时节的白带鱼，肥个大尾个青甜，每公斤30块到300块拢有。乡亲乡啊趁这个时节，甲只白带鱼食好够开。非常大尾白带鱼，一人一人地满满，渔民是满载而归。嘉义县东石鱼市场人真多，这商店鱼货等待拍袂出好价销，准备趁一波过年财。白带鱼当大丰收，主要是天气的因素，吹南风加上外海起雾，就是抓白带鱼上好的时机。农历12月冬天，然后有南风上来，这风本来是北风，现在反南风，有早上，早上有雾气，大多是我们东石这里都会抓到那个白带鱼会比较大的，最漂亮、最肥，基本就是拢优大上好食。优大价真好食，因为大丰收，所以价销无遐贵。100几块的、200块的，还是加100块的都有。一冬贵的鱼啊，买当白带，伊是白带鱼的冻质，它油脂够，伊冻起来，佮过2、3个月嘛，还佫足好食。每公斤的价销对30到300拢有，100外块的品质就非常好啊！而这时阵食种鱼啊，是俗佮着实。